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第9篇、第90每写有10篇文章哈。今日的主题是节马语词，考一共有340句啊。第3篇课文一词一语对照。六金第86篇提供各位乡亲大家共同研究客家的语同文，同时了解客家白话语文里头的马人的词句到底是一个意思，为语是在哪这个安尼哈？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共同来做个研究。一个节马语词也是语言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之中啊，若是心中不平、心不服的时节啊，就会应用出来，以爆发泄露心中的怒气、无高兴的所在。节马语词大部分都是主动攻击性的语言武器。再讲，节马语词也是形容词的一种，而是用反面负向的形容。至于一般形容词是指正面的表情表现，因此一般构成社会认为应以主动节马语词的应用与语言。有人讲啊，多讲善人是祝福的意思，多讲节马语言就变成了诅咒一个骂人的意思。但是确实为节马语言有时就难以一语讲破全部处理事情的时态。经过研究，本篇分为第一个是用微信来形容的骂人，第二个是平通的来骂人的，第三个呢是通话加上实面上手的来骂人，这3项都是讲起来哈。咁面对第3部分的后半开始，是以实面上手以外的通话信来做骂人。第5呢，应用言语的习惯嘅骂人嘅话语。第6呢，以行为形象等等，由于使用诈嘅多少，可以知道一个人嘅身份同环境係樣嘅。經調查分析啦，可以知道講啊，一個罵人嘅話語。一個340句之中啊，我哋為了了解語同文嘅意思，但是希望大家了解以後莫來使用，咁唔會引起一個公然侮辱人嘅出遊。所以希望大家多了解，但是莫來使用哈。所以有人講，惡人一句啊，10句善人都難補哦。一個就是講啊，一個疾病人家嘅話語，唔好按到莫講嗰樣安尼哈。好，我哋嚟講第八套呢哦。3以通話信實面上手為節語詞哈，罵人嘅話語。第一個呢，就太極鼓。太極鼓係指看門輔助之類，也係歡喜朗誦嘅南美人，南人啊哈。南美人是透過家嘅叫做南美人，南人呢是包括含邊度家嘅，所以那個羅嗦鼓又用咗太極鼓哈。第二，白雲教
改死不死嘅叫嘅不永叫馬人嘅。第三，不裝叫也係相同啊，改死不死，不裝是個嚴重嘅偏啊第四，不說教，不說教是帶水不吉利嘅意思，帶水應該帶數不吉的意思。第五，不如教，是指有那個很大氣粗，好那個先行很冇事做這個不如教過無教呢就改死不死過無就個偏通嘅名詞第七，沃頭教就冇乜嘅頭路可做，頭長教樣嘅，沃頭教用頭長教。第八，殺頭教就是加重視嘅教嘅啦，伊殺頭接嚟去都炒去，殺頭教。用一個翻譯來代表嘅是講個唐人自私做壞事嘅人就按到殺頭教樣嘅第九是無辜教，就點點唔講話，一馬天下第有，所以無辜教會咬死人咯。第十，田配教就是隨波他家配，伊都田嚟配，就講唔配捱配，他家配，無配為個無切台，有一種嘅講法叫田配教。一個在做事情嘅時節，有時節有冇愛有田配教喎？第11，冇教嘅，身體細細嘅，個肉嘅教嘅就冇教嘅。主接觸是乜個意思呢？就是學主嘅，本吃了不宜食，只不宜食，唔前變下去就唱過來嘅意思。佢就會講歡喜喜歡歡喜愛插嘴嘅人就按主接觸，人都唔曾講嘅，伊都插埋去就按主接觸。一個孫悟空也記法，個是實際嘅語言是孫悟空，但是客家話變成孫悟空一個中間嘅插詞。第13，諸葛現就是做百家樣嘅歡喜愛食嘅人一個新手佬會產生出來。第14，興骨就是先也見個300個愛南食，也叫做講興骨，嘅什麼個興骨第15，朝生豬馬，就比喻是先不安於家庭，東走西走有很多情感嘅相同。15，一個正面就是講一個正就不太就按到正面就香港最細雜嘅寫作嘅這個正面有時間有按到最後一個聲音伊這個佢嗌嘅正面我按嚟講16，歌謠詩兩樣上鬥一個有上海嘅時節有太強細強嘅時節，一個歌謠詩為何一個新鮮嘅謠詩，意思是偏冇求上嘅意思，冇賠嘅啦，亦都頭白謠上鬥呢，鬥起嚟以後就將謠詩拿嚟過，佢唔是賠嘅17，49歲人點到謠詩，就個答對咗答準嘅意思也叫做歇後語、歇後語。第18，叫牛刀，這個是比喻偏冇所求賠嘅也叫做頭白。叫為牛刀是個純粹嘅意思歌謠詩頭都講嘅歌謠詩樣嚟寫19，叫急無言就亂講話，一點
点效果都冇，嘅叫佢本无影强到，亦就会用在夹起，夹得到冇？系夹唔到啊。20昂叫上色，主感觉啊，主感觉就异想天开啊，异想天开嘅意思。主观蘑菇咯，那就good啦哈，因为叫话怎么是 good 啦哦，所以讲主观 good， 主观那就 good 咯。第21，严格严奄奄一息的奄和严格个身材个样个格啊，比喻各方都是相当差嘅人啦，严格。咁番的牛，第22番的牛，一个大家贵少谈过哈，就是专门嘅讨好朋友做拍工嘅人啦，就做番的牛，番的牛啊，一句话就讲啊，专门同朋友做拍工嘅啦，这个叫做番的牛。所以客家本土语言就系客家白话文咯，写作。客家文言正入味、入味，通俗顺口又好听啊！所以善人係祝福嘅意思哦。即馬語言就是祝，就是講啊，發誓他應該使用嘅，安尼哈。在乜嘅時節、乜嘅場所使用即馬語嘅，會有特殊嘅效果與實際嘅素材咯。所以希望大家修養體育，要做乜嘅？修口業。好，我哋再嚟看下一個第9，是以12成長以外嘅動物先來做接馬兒嘅體育部分。體育，狐狸精、狐狸馬，有人狐狸精，高挖好簡潔嘅語言啊，就狐狸馬，有人狐狸精咯啊。第2，本事功就係在時代嘅一個甲蟲專門教曲嘅人嚇，親像陸士官一樣啊，但是也係一個做先機運動員有人講按到本事功啊，本事功運動員有按到本事功，先機嘅運動員。第4，侍從，这个在时代肚里嘅一个虫呀，比喻好动不停。侍从在时代肚里就是本上本下，唔会停嘅哟，停嘅都死起嚟啊。第4，水王機就是水稻肚里佢會游來游去嘅一種嘅親像橡皮蟲樣嘅啊。比喻好高水啦，哦，也是好高水人用了水王機。第5，江都嘅蛤蟆喂，江都里嘅蛤蟆喂，就比喻這個冇知識嘅人啦，啊。第6，蛤蟆跌落陳古井，嘿，一個意思就蛤蟆喂啊，跌落陳古井啊。好事難可見到天咯，所以冇出頭天嘅人啊，必須死去，冇好嘅意思，死去。第7，蛤蟆唔是立怪也會溜皮，也會自我，有一句話，就兩者都係有衝突嘅傷害，兩個都係冇效果啊嗱嗬，就像我哋咁樣嘅標題一樣。岩鹽蟲，有個關於就講間屁蟲，啊，岩鹽草有岩鹽草，啊，個下到田裡人就講岩鹽蟲，冇得講岩鹽草，啊，關於就講間屁蟲，啊，井水不犯啊，第6，這個第9，蛆蟲食菜，菜腳下死，啊。恩處相報啊，多條面都會相同嚇。嘅蛆蟲食菜用，但是多條面蛆是黑咧，就會在蛆腳下死哦嚇。一個東西
大概了解一下哈。其实本体量，本体量就关于讲啊是有虫、有虫、有数哦，有数，没做数哦，有数数拿出个数，表于三义体下行事嘅人呐，就本体量嘅人咯，做事暗中行路，就这种本体量样啊。第11，杀爱命怪爱命，表示各人照顾自家，啊，杀爱命怪爱命哦，啊，各人照顾自家。讲到三个十块的亲神奇哦，大部分都是石头，但是三个十块的呢，都对后背两只脚神似的，所以三个十块嘅中间，不有怪我叫啊，叫棍咯，哈，好，12，天罗七度宝，唔知师傅上流台啊，也都其实凡事不干嘅意思啦，啊。一个图片相片行有。第13，没虫，蚂蚁没虫，是指某用之字体啊，啊，一个七概念人可以呢，马清看咯，哈，没虫，指某用嘅字体，跟这个没黑、虎同懒三只嘅意思冇相同啊，哈，虎就冇水哦，懒就会有水哦。莫就会出哦，不从的意思啊。第14，西路的江灰，路漫又讲乜嘅咯？讲啥喂？啊，也就讲啊，一物克一物，西路的江灰，所以种吹瓜时节，西路的最好是种吹瓜，吹瓜苗，所以身边四周围都有边。回复啊，回复。嘛呢，迄假设了超多嘅啥嘅蔬菜呢，我叫做后咧，这唔得了。第15，水泄咧，就是欢喜改好吹牛，喷鸡改不食菜嘅人，就讲水泄咧哈。16，嗰個流氓講警察，語言講流氓。也就一般的講法啦，嗬，流氓講警察咯，警察要講乜嘢咯？講語言，一個刻意嘅，嗬，17，警察講語言，1到16，頭都所講嘅16到17就比喻，唔講幹太哟，只講幹咯，嗬，唔講。頭都講嘅16同17啊，嘅兩句話，流氓講警察，語言講流氓，警察翻那過來又講語言，一個就連環性，就是講啊，唔講幹太只講幹，幹嘅錯嘅就佢都廢棄啊，18。本體量減田死哦，本體量減田就死。19，匹破嘅落體網，匹破嘅嘅蝙蝠啊，嘅落體嘅冇啲呢行嘅而比唔行啊，第20，三個講我嘅事，講我事，所以一個福卡喺昆山嘅所在要缺佢責巴為我嘅。三個就唔敢過嚟啊！另外嘅高壓茶、突過沙一個高壓冷茶，高壓嘅以後呢，經過一暗部啊，就冇拿嚟食了，佢吐家喎21，蜈蚣蟲講蛤蟆鳥，蜈蚣蟲講蛤蟆鳥，一個有連環性，蜈蚣蟲講蛤蟆鳥。蛤蟆又講三個又講蜈蚣蟲，連環性啊！大下土語就是本土語言，就係客家白話語文。土話呢，土語同土話冇相同，土話是講粗魯嘅話啊，
所以他讲呢，3年是祝福的意思这马年呢是祝福的意思，所以3年多讲就关于讲支持，我安尼讲是在祝福伊这马年呢就5岁年的意思所以客家本土语文就是客家白话文，在写作客家文语正入面，通俗顺口又好听，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客家白话语文多多来练习，晓得讲就要晓得写安尼所以头都讲到那个在某个场所、某个时间使用这个马语的话，会有特殊的效果呢，同实际的素材。修养第一就要做乜嘅咯？小口业安尼後來第10、第5部分，人體器官，用人體嘅器官嘅五官嚟做馬語嘅話嘅第一人格嘅馬語人格嘅就是能力才華冇啦，人格嘅人體位咯。表示有能力、有才華嘅人，就是人上人，人上人。第3，踢腳趾就料想唔到嘅壞事踢腳趾就是料想不到的事第4，一個杜林就是輸氣嘅意思，男用詞嘅杜同本意是相反杜林。就表示佢好，但是意思相反嘅输氣。第5，林火錯就是輸氣嘅意思也是相反詞。夜宵就什麼一個話語嘅輸氣嘅意思，本單是好嘅方面啦，但是顛倒頭講一個輸氣，那個長牙林有一句話。就輸氣嘅意思，也係講輸氣、受氣佢強，但是意思個一個動作是佢好第8，按動牙lin就對方撩人輸氣嘅意思，男用詞一個男用詞第9，這個射子就是也係輸氣嘅意思一個是佢強嘅意思用詞。第10。射子牌或者一個圖語一講本大家了解，對方撩人輸氣不受歡迎嘅意思，這個射子牌一個是一個全部都相反詞啦相反詞。以上第4到18，而本來嘅動作嘅本意都好相反，一個敗必必敗，強則死，三則死，一則死必有痛敗別必必敗三則言。現在講阿姐敗是一個稱呼語，雖然不雅，也係佢多人用佢舊時嘅意思那個別罵是乜嘅意思呢？唔會叫嘅。後台嘅母親就講主位唔會叫嘅，主位唔會用嘅，主嘛唔會用嘅，就按到別嘛，因為相同第13，連棍頭，咱們本人學做即家母所得嘅一個就買個你拍桌嘅意思啦，連棍頭第14，調查。許多村莊民嘅名後背副歌有乜嘅咯？一個名後背有個連啦、敗啦、子啦、姑啦、A啦，一個業，一個親像一個阿夫人一個人嘅名顧白子阿姐白。阿骨姑阿兩姑乜嘅也係為咗
在世啊，有为了人民的个人，也就是讲啊，人的命啊，后背总民的命啊，后背所挂到个一个语言啦，啊，15没认识，马人没认识个出兰花啊，非常不好的品种啊，16一个认识啊，乜个认识啊，一个有咩讲哦？上一次神奇素才有，头前查做一个刚刚起啦，伊讲个同乡都讲啊，佢做个乜个认识咯？身边嘅好老乡亲都讲。佢唔係馬鈴薯哦，乜個鈴薯？伊就講馬鈴薯啊，小啊，尖啊，葉一度呢，就係一個土話時常用到嘅。17啞鈴薯，啞鈴薯係插種花嘅意思。啞鈴薯嘅乜個啞鈴薯？插種花。第18一個麥格鈴薯，麥格鈴薯是什麼一回事的意思？cái乜cái認識呢？第19，細小啊，不應該做而做，不應該做來做啊，叫做細小啊，咁啊，這歐洲的話，土語就是客家本土語言，土話就是粗魯的話所以各位鄉親，大家都多的來了解一個意思啊。好，我哋再看11。應用人嘅習慣嘅來罵人嘅，第一個呢，就是講啊，肯定君，本人肯定君，就本人強勢嘅意思，意思是個在歷史上潛什麼嘢，本人肯定君，鄰村呢，就是個本不聰明嘅意思，太子馬扛哦。就是洞很大的意思，太子馬扛啊，這個馬嘅意思呢，就落下太馬衣哦，這個衣落下青苔，個太馬衣啦，太馬扛啦，太馬村太馬村呢畸形，第四個夫人太馬條夫人太馬條無中生有。博君一笑這個話題啦婦人單位嘅條呢是採取唔咩字符嘅，是講啊多嘅意思婦人花婦人嘅什麼要件乜嘅呢？花婦人可以好，但是我有條件咯，第一好笑，第二不傷人，不傷害到人。第三呢，不追究，三缺一不可所以花婦人呢三個條件有嘅三個一個好難，不傷人，不追究，當然唔是做記錄。第六，必定唔啲好專講，一句話呢就是明明係花婦人，撒當相信嘅意思，明明就係花婦人都但是相信這個必定唔啲好專講。你那裡呢？有乜個意思呢？一點一滴小小的細細嘅繼續不停你那裡呢？第8一個會堂，紙板面就是面色該會可能，安尼罵人嘅嘴面也相同，一個句法。第6，全力國安，就是極度反應不給的意思全力國安冇不的意思。捨之以朴，就理所當然嘅意思冇小財一點點都得唔到，冇小財13，後調就是不要，否定句嘅一種語數詞，樹枝夾草
就是一般来讲做生意、做医生啦、做乜嘅啦，那个费用quite高贵啊，就是数字较长，数熬入冇熬出，比喻照顾七家人嘅此事啊，更偏偏呢啊，就高薪呢，牺牲啊难可能啊，免费高薪嘅牺牲，嘅唔高薪呢免息啦啊，嘅二啊，唔高薪嘅犧牲啊，也係唔高薪，20人火清倉，嗰啲唔高薪嘅犧牲相同啦啊，所以也講好，我哋時間呢關係，基本呢一個部分講到11安尼哈。按各大下嘅聯音字，讀一下本大家來談哈。一個聯音字、聯音詩啊，一腔中間呢，聲母有 A、O 一個音 ，A 音是實體字，多數人是用 E 啦一個單個嘅 VLIMN 一個單個有9個，從 A 來講啊，是讀 R 音啊。哇啦呀嘛那，ที่เดียวกันงาคือ叫人呢加ที่8的就是8ที่8的ที่9的呢是一個本音字，本音乜可能本音咯，就是講啊，只有韻母音，冇聲母音咩就本音是A 音。就等我為了音咩呢？嘅白嘅音A 音呢是實體字，一腔大還有一百隻詩啊一個 A 音咩佢多見一下當前嗰多人，只有講促音同本音同異音，你搞唔清楚本音只有韻母音。語音跟讀音呢，一定有一個聲母、韻母，再加上上調安尼以上佢咪就講到嘅這個拜託大家共同來研究聯音詩。有聯音詩以後呢，總有一個順口順耳、好聽又有韻味嘅素材呀。以上是望大家感謝，再見。神夢按知識要中意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